一齊搭車穿越全新嘅 Metro 地鐵隧道。呢條隧道連接 Currumbin、Pakenham 同 Sunbury 3條線，同設有5個全新嘅地下車站。Metro 地鐵隧道正改變你喺墨爾本嘅出行方式。首先，你會留意到嘅係車站嘅規模，車站嘅空間非常之寬敞，而且仲有墨爾本最長嘅自動扶手電梯。搭扶手電梯嗰陣，記得緊握扶手，或者如果你中意嘅話，亦可以揀搭 lift。雖然你由大堂去月台可能會比喺其他車站用多啲時間，但高峰時段每5分鐘就有班車，而且其他時段就每10分鐘一班，所以唔使急。入閘嗰陣同平時一樣，拍 Mica 卡就得。除此之外，你亦會留意到車站嘅獨特設計，令人印象深刻嘅藝術作品同新開嘅商店。Next stop, Parkville Station. 地鐵隧道線車站嘅月台會同其他車站嘅月台唔同，呢度嘅月台都安裝咗幕門。當列車到達時，幕門同車門都會自動打開。上車之前企埋一邊，等其他乘客落晒車先好上車。車門亦都會自動關上。如果你同小朋友一齊，記得拖實佢哋，以免走失。需要協助，車站嘅職員幫到你，或者你可以預約旅客援助服務，幫你去到位於 Parkway 車站嘅醫院。Metro 地鐵隧道嘅 State Library 站同 Town Hall 站連接市區環線。你喺呢2個站轉乘其他列車時唔使拍卡，每個車站都有好幾個出入口，所以記得提前穩定出口。對所有維多利亞州嘅市民嚟講，Metro 地鐵隧道為大家提供咗更多嘅出行方式。